你有冇試過明明已經好努力，但學完一堆之後過幾日就忘記晒？你懷疑自己冇天分、記性差、IQ 唔夠，但事實上錯嘅從來都唔係你，係你用錯咗方法。教育制度教我哋時間等於成果，勤力等於成功，但係神經心理學家早就已經證明集中學習係最低效嘅努力方式。美國心理學家塞普達克做過一項研究，兩組學生學同一份課文，第一組用1晚連續學完，第二組分3日，每日少少時間去學。1個星期之後測驗，第二組嘅記憶率居然高出1倍。原因好簡單，記憶唔係即時寫入嘅，而係需要時間整合。當你一口氣塞太多資訊入腦，個大腦就冇空間去重組、分類、消化，所以你學得快，但係忘記得更加快。相反，當你隔日再學、再回想，個大腦就要花更多嘅力氣去搶翻之前嘅記憶，嗰一下神經連結就會變得更加之強，就好似訓練我哋肌肉一樣，每次休息之後再鍛煉，肌肉就會增厚。但點解仍然有人係會堅持臨急抱佛腳呢？因為嗰種爆讀係會帶嚟假嘅進步感，你會覺得自己好充實、好投入，但其實只係短期記憶被塞滿，一覺瞓醒就乜都唔記得晒。學習最殘酷嘅真相係努力唔代表有結果，錯嘅努力只會令到你更加快攰。要真正學得好，你要敢於慢，敢於間隔，敢於忘記再喚醒，因為真正嘅記憶係由遺忘開始嘅。記住，快學得嚟嘅嘢，亦都會快忘記。真正嘅深度永遠喺重拾嘅過程裏面。最後，我為呢個內容準備咗一條深入講解版嘅影片，留言學習真相，我會將呢個內容送俾你。